来继续来看郭文摕的副手是这个新光集团的大公主，嘛是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吴欣盈。早起11点，郭文摕甲吴欣盈到中选会登记参选。郭文摕讲，吴欣盈对公共事务有热情，优秀的表现，大家拢有看到。郭文摕讲，因会理性务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吴欣盈讲，伊拄补起嚟做立委无偌久，一工拢是当做3工来使用。即摆选战剩最后的50工，伊会甲一工当做5工来使用。穿一丝白色色的衫，现身伫咧中选会，倒兴挂着象征改变成真的 KP 徽章。现任的民众党立委也是新光5家的大公主吴欣盈，正式宣布加做郭文摕参选总统的副手。多元开放是我们的一个政治价值，所以当时在选副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怎样可以达到最大的互补性。那在我们整个党内可以找到的就是互补性跟我最高的应该是吴欣盈委员，还有我们希望找比较年轻的。我后来看的那个票数大概就是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大概。所以吴欣盈一来是看重伊的财经专业，二来是对国际关系的专精，会当和郭文摕弥补。伊伫咧9月时的婚礼，连比利时的皇后拢亲身到场祝福。郭文摕甚至伫咧赴美的时阵嘛带伊做伙去。论学历，吴欣盈捌伫咧英国、美国留学；论经历，伊捌做过英国国会的助理、分析师和成功人寿的副总。45岁伊嘛加做台湾历史上第3少年的副总统参选人。是去年11月的时候才刚递补进来的。11月递补进来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我说1天当3天用，那现在剩50天而已，我就是最后的时间，最后50天呢，1天当5天用，希望帮民众党茁壮，希望台湾民众党大家能支持主席。9月立法院险险就要拿白合，和吴欣盈出任卫权委招委，当时在野的整合看起来有希望，如今拿白破局，郭盈配正式成型。过去吴欣盈阁公开讹诈萧美琴是上了解美国的台湾人之一，两位女性分别加做白列的副手，说落来双方的攻防嘛加做选战的重点。Hello， 我是谢嘉璇，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